葡萄牙險勝克羅地亞晉級下一圈，16強對西班牙。今屆葡萄牙嘅表現暫時令人失望，網上鋪天蓋地嘅批評將所有矛頭直指 C 朗，鬧佢係進攻終結者，鬧佢自私，甚至為佢貼上球隊負累嘅標籤。但我覺得並唔係 C 朗一個人嘅錯。我想先為 C 朗講返啲好說話。41歲嘅 C 朗嘅體態同心態，同打 NBA 嘅勒邦詹士係人類運動史上嘅奇蹟。41歲依然好自律同勝利嘅渴望仲係好高。冇錯 ，C 朗已經老啦，狀態大不如前。雖然佢4場波入3球，但我承認係有水分嘅。有2球喺對魚腩部隊烏茲別克入嘅，有1球就喺32強對克羅地亞入12碼，表現絕對唔係好，但都唔係差。但我覺得對一個41歲老將嚟講已經有交代。反而我覺得真正嘅問題係出自領隊馬天尼斯喺揸住一手好牌嘅情況下，以燒鵝嘅價錢踢出借渣嘅味道。大家都知馬天尼斯基本上喺硬性要 C 朗踢正選，既然咁樣，套戰術無可避免係一定要遷就佢。但問題係馬天尼斯完美演繹咩叫無能，搞到葡萄牙進攻體系亂晒龍。C 朗作為球隊嘅正前鋒，你甚至會見到佢回撤到中圈附近幫手駁腳組織。上場對克羅地亞嗰陣，表面上係4-3-3，但踢落去進攻嗰陣似4-4-2或者4-2-4。如果你唔睇號碼，你會以為班奴先係 C 朗，因為班奴嘅企位甚至比 C 朗更前，完全似係踢前鋒，唔係踢攻中，咁會搞到咩效果？ C 朗踢落去仲好似有活力過班奴，不斷拉出禁區主動去攞波。但係睇過 C 朗踢咗20年波，都知呢個根本唔係佢踢開嗰家波。無論佢喺歐洲定而家喺沙地踢波，佢嘅踢法都係喺禁食糊同埋為隊友製造空位。但而家馬天尼斯要去做埋組織，結果就係見到 C 朗喺禁區外攞波，俾對手一逼就甩波或者傳失，完全係浪費咗 C 朗嘅價值。我覺得呢個唔係 C 朗嘅錯，相反，班奴好似黐死咗喺前鋒位咁，企定定喺禁區等波，完全發揮唔到佢嘅創造力。如果有睇佢踢曼聯嘅比賽，班奴最勁嘅係創造，同埋喺禁區外有時嚟一球神來之筆嘅遠射。例如對烏茲別克嗰場就打反擊，班奴俾身後波，俾 C 朗跑半單刀入波。佢而家踢緊嗰個位，同季初曼聯教練阿莫林用佢踢防中冇分別。其實要球員踢翻自己擅長踢嘅位有幾難呢？班奴今年喺曼聯有21個助攻，葡萄牙嘅進攻人員配置比曼聯好好多。其實用到班奴踢得咁，都真係幾天才。我唔太相信係班奴自把自為咁樣踢。睇曼聯比賽，班奴都只有越踢越後嘅啫。結果就係 C 朗做緊班奴嘅工作，班奴做緊 C 朗應該做嘅嘢，兩個人都踢得極度唔自在。當 C 朗離開咗禁區，葡萄牙進攻就冇咗個點。佢喺禁區外可以做到啲咩？根本就冇威脅。C 朗而家41歲啦，體能同速度已經大不如前，但係佢門前嘅食糊嘅能力仲係頂級。其實 C 朗已經好稱職，有幾球見佢幾秒鐘前先喺中場做完配合，仲可以衝入禁區接應傳中，但係根本係極大嘅體能消耗。馬天尼斯嘅戰術真係令我懷疑人生。其實葡萄牙中場明明大把人才，有施華有班奴，有巴黎中場孖寶，全部都有組織能力，根本唔需要 C 朗親自落去拎波。簡單嚟講，馬天尼斯用人完全係倒轉咗。C 朗喺場上嘅角色就係要留喺禁區等機會，而組織嘅責任交俾班奴。而家馬天尼斯搞到球隊進攻3不像，進攻冇效率之餘，仲要喺咁俾人打反擊。馬天尼斯依個戰術安排真係對葡萄牙豪華陣容嘅一種浪費。大家都知 C 朗嘅頂上功夫好勁，但係睇翻葡萄牙今屆4場波 C 朗入嗰幾球竟然冇1球係頭槌入波，究竟點解呢？我哋一齊睇下葡萄牙4場波嘅邊線用咩人。第一場對剛果右翼用班拿杜斯華，第二、第3場對烏茲別克同哥倫比亞，左路係用祖奧菲力斯，兩個人都係技術腳下功夫好嘅球員。佢哋嘅慣性係內切入中間組織，唔係嗰種會落底硬爆然後傳中入禁區嘅球員。同埋佢哋嘅傳中質素真係，你睇下依一球菲力斯斬咗個波去咗邊度？再加上我頭先講過 C 朗成日回撤駁腳，搞到禁區入面長期得翻班奴。既然禁區入面冇正職中鋒，難怪佢哋都唔傳中啦。
斬入去都冇人接應。雖然左閘嘅紐魯文迪斯真係可以當埋翼咁踢，當進攻嘅時候，有時候企位仲前過左翼。用哥倫比亞依場做例子，今場係用祖奧菲力斯打左翼，但係佢完全冇翻嚟幫手防守。紐魯文迪斯成日要1打2，令到哥倫比亞可以好輕鬆傳中或者起腳。再睇埋 E1 球，我哋又見到哥倫比亞球員好容易係左面攞波，菲力斯又冇去封傳球路線，完全冇打算參與防守。結果紐魯文迪斯又再一次要1打2。E1 球佢唔可以移去邊線，因為佢一定要守住中路。唔係嘅話，對手就會俾個靚直線，形成單刀。哥倫比亞不斷俾一啲好危險嘅倒三角回傳同傳中，俾咗好大威脅葡萄牙嘅左邊。加上大家都知道美國天氣好熱，閒閒地都30幾度，如果要文迪斯不斷助攻助守，會對佢體能負荷太大。但去到第4場對克羅地亞，馬天尼斯用拉斐爾利奧打正選，利奧有速度有爆發力，佢係咁喺邊路落底傳中，令到上半場葡萄牙贏咗好多個角球翻嚟。完場前正係靠利奧喺左路傳中，到後備入替 C 朗嘅拉莫斯頂入絕殺波。呢場波證明咗2件事：第一，原來只要邊路有速度肯傳中，葡萄牙嘅進攻係可以咁直接同有效；第二，原來就算禁區入面冇 C 朗，其他球員都有能力把握傳中機會入波。其實馬天尼斯有幾多斤兩，大家都知，當年教比利時黃金一代都教到一鑊粥。所以我對佢本身冇咩期望，但平心而論，佢又唔係完全衰得晒嘅。今屆世界盃睇下其他國家，無論係美斯、麥巴比定係哈利簡尼，就算幾大牌都好，都有換走佢哋休息。反而41歲 C 朗竟然踢足小組賽每1分鐘，大勝烏茲別克嗰場都冇換走 C 朗。大家都以為馬天尼斯打算會用死佢嘅時候，對克羅地亞竟然喺81分鐘換走 C 朗。唔知係咪艾納斯已經請咗普士迪高盧啦？馬天尼斯冇得做 C 朗跟班，即刻好似解除咗封印咁。就算 C 朗入咗球12碼都好，竟然夠膽換走佢。我知道肯定會有人話可以再早啲換走，但最起碼佢已經肯換走 C 朗啦。鏡頭影到 C 朗被換落嚟嗰陣，佢係有啲錯愕，口計搖頭。其實我完全唔意外 ，C 朗每一次被換走都係依個反應。我反而會解讀佢係唔滿意自己表現。覺得自己留喺場上仲幫到手。你睇佢落場嗰陣都有同教練拍手，之後拉莫斯入波，C 朗都喺場邊慶祝。我相信佢絕對唔係因為依此調動而不滿。我從來都唔反對 C 朗打正選，佢依然係葡萄牙陣中最好嘅前鋒。但問題係現代足球係講求體能同壓迫，當佢喺場上被對手防死咗，體力透支，甚至如果個進攻節奏已經俾佢拖慢咗嘅時候，教練就應該嘗試去換人，改變一下。相信經過依場拉莫斯入波，但亦都引爆翻上一屆嘅老問題，到底下一場仲應唔應該用 C 朗做正選？呢個問題對馬天尼斯絕對係一個難題。大家都心知肚明 ，C 朗係葡萄牙國寶，如果棄用佢而球隊踢得好，對 C 朗嚟講係一種尷尬。C 朗仲要係隊長，隨時引發更衣室不滿。但如果用拉莫斯正選表現唔好，葡萄牙媒體同球迷又會鬧你棄用 C 朗，咁馬天尼斯絕對冇得撈。咁馬天尼斯不如採取一個更靈活嘅戰術調整，由 C 朗打正選，利用佢嘅經驗同埋對手肯定會重點招呼佢，用佢吸消磨對手體力。去到下半場，如果 C 朗體力透支或者攻唔入嘅時候，可以換入拉莫斯試下，相信 C 朗同朗迷都會更加受落。如果 C 朗喺下半場換落嚟，而拉莫斯有好表現，大家都會講 C 朗有功勞。只要馬天尼斯肯放低嗰種用死一人嘅固執，靈活運用陣中所有球員，我對葡萄牙嘅前景或者真係可以多翻幾分信心。不過話雖如此，其實葡萄牙真正嘅考驗先啱啱開始。下場對手係西班牙，講真，西班牙同之前啲對手好似克羅地亞、哥倫比亞嗰啲，完全唔係同一個 level。就算好彩過到西班牙依關，8強又要對住美國或者比利時，4強分分鐘要硬撼法國。所以以葡萄牙暫時嘅表現嚟講，如果打法國真係凶多吉少。如無意外，以一屆係 C 朗最後一屆世界盃，對於一位已經贏盡所有榮譽嘅傳奇，世界盃冠軍係佢球員生涯唯一欠缺嘅獎盃榮譽。如果佢真係能夠喺今屆圓夢拎到世界盃，咁
佢同美斯之間關於歷史最佳嘅爭論，或者可能仲有啲懸念。雖然我都係覺得同美斯冇得比啦已經，但係如果大家都有一個世界盃冠軍，都可能仲會有人討論。但係如果贏唔到，咁正如好多球迷所講，其實都唔需要再去同美斯比較啲咩。美斯係球王，C朗係一個傳奇，係一個好出色嘅球員，就係咁多，總結咗啦。而贏克羅地亞嗰日係祖達離開我哋嘅1週年，C朗都着住祖達21號波衫慶祝。相信每一個葡萄牙球員心入面都有一個心願，就係為曾經同佢哋並肩作戰，但係已經離開咗佢哋嘅隊友去贏世界盃。佢哋而家每一場波唔單止係為咗國家榮譽，更加係為咗帶住嗰份遺憾信念，想去為葡萄牙贏首座嘅世界盃冠軍。41歲嘅 C 朗已經唔再係入球機器，但係依然係葡萄牙最核心嘅球員同球隊嘅 icon。今晚16強對西班牙，你覺得葡萄牙有冇勝算？同埋你點睇馬天尼斯一位教練？留言話我知你點睇。最後條片結束之前，如果你中意頻道製作，可以俾個 like、share 或者 subscribe， 對頻道製作有好大嘅幫助。今日講嘢咁多先，我哋下條片再見。